喂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奇。尋日我又睇完一本超刺激、超離奇嘅書，叫做《The Mothman Prophecies》，中文譯做《飛蛾人預言》。呢個故事係由1966年11月2號嘅傍晚開始，喺美國西維珍尼亞州嘅 Point Pleasant 小鎮，有個叫 Woodrow Derenberger 嘅男人，開住貨車返屋企。當佢行到一條偏僻公路嗰陣呢，突然見到前面有個奇怪嘅嘢阻住條路。嗰樣嘢係一個橢圓形、深灰色、發住暗藍光嘅物體，好似一盞巨大嘅煤油燈。響 Woodrow 停低嘅車之後，嗰個物體側面嘅門自己打開咗，一個男人行咗出嚟。呢個男人大約1.8米高，着住深色嘅外套，頭髮梳得好靚，個樣就好普通。但係佢個笑容好奇怪，永遠掛住個僵硬嘅假笑，好似笑緊，但係對眼就唔笑咁。男人用一種好慢、好機械、完全冇感情嘅聲音講呢：我叫 Indrid Cold，我嚟自一個叫 Llanidloes 嘅地方。Woodrow 當時嚇到全身僵硬，但又好好奇，就同佢傾咗一陣偈。Indrid Cold 問咗佢好多問題，例如結婚未啦，有幾多個仔女，做緊乜工作咁。最離奇係 Indrid Cold 好似可以直接睇穿佢心諗緊乜，Woodrow 心裏邊諗緊嘅嘢，佢即刻就講得出嚟。傾完之後，Indrid Cold 就話我哋會再見面，然後就翻上嗰架奇怪飛行器，無聲無息咁飛走咗。Woodrow 好驚啊！翻到屋企之後，成晚震晒，之後仲走咗去報警，但係冇人相信佢。幾日之後，另一個叫 Newell Partridge 嘅男人，夜晚喺屋企突然聽到電視發出好大嘅噪音，之後就完全冇咗信號。佢行出去睇發生咩事，佢發現自己養嘅德國狼狗 Bandit 企喺門口，全身嘅毛都豎起晒，盯住遠處漆黑嘅樹林響度狂吠。Newell 拎住槍走出去，突然間見到兩個好大、圓形、發住鮮紅色光芒嘅眼睛，就喺大約100米外嘅樹林入邊望住佢。嗰對眼睛好大，簡直好似兩個紅色車頭燈咁。佢即刻開槍，但係完全冇作用。之後嗰對紅眼睛就咁消失咗。第二日呢 Newell 發現佢隻狼狗 Bandit 咧失蹤咗。之後佢聽到消息話喺好遠嘅地方有人見到 Bandit 嘅屍體，但係死因好奇怪。與此同時呢，有好幾個居民都遇到從寒冷中走嚟嘅怪人，佢永遠都係着住乾乾淨淨嘅黑西裝，笑容僵硬，講嘢好慢，好機械。最恐怖係佢好似完全唔怕凍，天氣好凍佢都冇着大褸，好似由寒冷入邊走出嚟咁。有個女人甚至話 Indrid Cold 半夜突然間出現喺佢屋企窗外邊，笑住望住佢，之後咧就消失咗。好多人開始喺夜晚見到一個巨大黑色有翅膀嘅生物，佢身高大約2米，渾身漆黑，背脊有一對好闊好闊嘅翅膀。最恐怖嘅係，佢有對發出強烈紅光嘅眼睛，好似兩盞血紅色嘅車頭燈喺黑暗中特別明顯。有人見到佢企喺屋頂，有人見到佢低飛掠過馬路，有人甚至聽到佢發出尖銳刺耳嘅叫聲，啲叫聲好似老鼠叫咁，但放大幾十倍，令人毛骨悚然。當地人開始好驚，佢哋將呢個神秘生物咧就叫做 Mothman 飛蛾人。從呢一刻開始，Point Pleasant 小鎮就唔再平靜，黑色翅膀嘅震動聲越嚟越頻繁響起。有幾個鐵路工人同當地居民都喺夜晚見到飛蛾人喺鐵路附近出沒。其中一個最出名嘅目擊者係一 pair 叫做 Roger Scarberry 同佢女朋友 Linda 嘅年輕情侶。有一晚，佢哋揸車經過舊 TNT 工廠附近嘅時候，突然見到路邊有個巨大黑色身影。佢哋即刻加速逃走，但係飛蛾人竟然飛住追上嚟，
佢哋嘅車速飆到160公里，但係飛蛾人依然緊緊跟住紅色大眼睛喺後視鏡入邊閃住紅光，跟咗佢哋好耐。最恐怖嘅係，飛蛾人最後竟然飛到佢哋前面，企喺鐵路軌上邊。佢張開巨大嘅黑色翅膀，阻住去路。Roger 同 Linda 嚇到魂飛魄散，差啲撞咗落去。之後，飛蛾人就突然飛高，消失喺黑暗入邊。呢件事之後呢，好多人都開始覺得飛蛾人呢唔單止係隨便出現，而係好似有目的咁監視住呢個小鎮。有人甚至懷疑飛蛾人同舊 TNT 工廠有關係，因為呢度以前係軍事設施，可能隱藏咗一啲秘密。除咗飛蛾人之外呢，仲有其他奇怪現象，例如半夜有火車自己響起汽笛，但係事實又冇火車行過。又有居民話見到着黑衫嘅怪人喺鐵路旁邊遊蕩。有一晚呢，一個叫做 Mary High 爺嘅當地報紙記者，夜晚返屋企嗰陣呢，天氣突然落起大雨。佢開車行到半路，突然見到路邊有個人影企喺度。佢停低車睇清楚，發現竟然係一個着住黑色西裝、梳住油頭嘅男人。嗰個男人就係 Indrid Cold。雖然落緊大雨，但佢身上竟然完全冇濕，頭髮同衣服都乾乾淨淨，好似雨完全落唔到佢身上咁啊。Mary High 又問佢：你係邊個？點解企喺雨入邊啊？Indrid Cold 又係用嗰種機械、緩慢又毫無感情嘅聲音答我係 Indrid Cold，我嚟自 Lanulus。佢之後又問咗 Mary 好多私人問題，例如佢有冇結婚啊，家人點樣啊，而家做緊乜工作啊。Mary 越聽越覺得毛骨悚然，因為 Indrid Cold 好似知道佢好多秘密，連佢最近心裏邊擔心嘅事都講得出嚟。更詭異嘅係，佢講完之後，突然轉身走入雨裏邊，幾步之後就完全消失咗。Mary 即刻落車去揾，但係完全揾唔到人，地上面連腳印都冇。之後幾日又有其他居民喺雨夜遇到類似情況，好多人喺夜晚見到佢，有人話佢企喺屋頂，靜靜低頭望住下面。有人話 Indrid Cold 會突然出現喺車窗外面，一邊笑一邊望住佢哋。又有人話佢會半夜打電話，但係接通之後只係一片死寂同奇怪嘅呼吸聲。有一晚，幾個年輕人開車經過舊工廠，突然見到飛蛾人企喺路中間，佢哋嚇到即刻轉頭逃走，但係飛蛾人竟然低飛掠過車頂，翅膀震動嘅聲音好大，令人心跳好似停咗半拍咁。之後目擊報告越嚟越多。有人見到佢殺死動物，有人見到佢喺樹林入邊滑翔，有人甚至聽到佢發出尖銳刺耳嘅叫聲。從呢一刻開始，成個 Point Pleasant 小鎮都陷入恐慌，大家夜晚都唔敢出門，成日討論飛蛾人到底係乜嘢？佢係外星生物，係惡靈，定係政府秘密實驗嘅怪物？呢個故事未完嘅，等我哋下一集再講。如果你而家覺得刺激，麻煩幫我 like、subscribe，仲有開啟小鈴鐺，咁你就唔會錯過下一集啦。我係阿奇，我哋下集見。